做真超些。那么你看，有这个印证，当然同行的就互咱看到遮啦吼。有一个咱就相信有道的事情无？有啦。咱下早啊有点道吼，伫咱眼前就需要点道。互我拄则听眼着咱李任公七种来求道。孝德请无点传书，原来爱对孝德对西征带来到咱下来求道。那么这也就是道的书写，而且互咱做一个了解吼，互学就是以前平日拄则互我伫遐用电脑看咱两民主党咧读这个，我哦安尼等下呢，这个刚乖副官、新官的进程呢，是不是咱放这影票咱在做推荐内底？已经签好所改吼，落实课程的前辈者也好，会当互咱增加咱的信心。就是讲，咱今日行这条路是千真万确的，唔通心搁再丰富，一定爱有始有终。那么，咱还未相信在这拢已经求道，但还未签好所识的，还未真正去落实专心专念伫道场的经验者，咱茫有度，咱绝对呢爱赶紧把握当下。会知影讲师时常甲咱强调把握当下，哦，10岁、20岁、30岁、40岁、50岁，甚至100岁，拢有人来登记。咱无法度把握着咱生命的长度，但是咱有法度去扩充着咱生命的宽度，甲清洁着咱生命的深度，这是爱看咱家己如何去做事。所以呢，今日咱要讲解的这个新歌呢，就是来咱冰山裸象珠文，其实这就是咱这个外分的这个珠文啦吼。那么当然，伊行了有影的这个灯塔，仁义、修道、爱礼、人清，拄则讲师嘛甲咱自卑，咱修道修行唔通看人修行，因为咱今日为什么要修呢？这个外分甲咱讲哦，人生无圆满的代志，成之八九。有无？甲咱一个小家庭，咱就做一个不如意的代志，咧甲咱困扰。那么咱一定要透过修道理人清了后，咱才有法度圆满着咱人生这个运。啊，无咱人生是无圆满的。不讲咱人生是苦海，哦，啊，咱拢是苦海为容易，而且唱欲做也真多，啊，真正无法度人等连回6万关，因关拢伫遮做众生。那么当然，咱伫遮伊第一拍会甲咱讲3基月得果断。咱师尊老大爷为什么安尼甲咱讲？第一步，咱讲伊将建设就是甲咱建设3基月啦，但是伊后壁有得果断。为什么讲3基月？第一期咱拢知青阳期，青阳期的时阵，哦，就是过去啊，山顶洞人，哦，拢穿树叶啊，哦，啊，迄阵呢。东方加一木，伊上的是上青，哦，咱的天文就是正加暗的。那么来到红阳期，到西方加一木的时阵，毋是啊，到南方来结到南方饼年会的时阵，伊属红阳期。那么红阳期甲青阳期的时阵，最近咱拢时常听讲说甲咱自卑，哦，要求道毋是遐尼容易。叫做单团独修，道不团流你，互咱2个耳仔，你2个耳仔加第4个，无团第6个哦，无管第6个耳仔，表示无团到第3个啦。因为迄阵爱先修而后修到3000公800个圆满，公告圆满起来，咱受书一致，受书改印证，能讲临门一脚。那么咱今日。上天为什么遮慈悲，要互咱先日而修？因为呢，道业平等。这种讲道，就是要来救业。因为呢，道因业大，因为这阵的业数非常的多啦，吼，他讲呢，看来讲，像哥伦比亚做大水啊，是安怎死着100几个人。万几个人呢，流离失所，无处人住。你啊看，即阵的业数，咱简单来讲，用一日来讲拢讲袂了，要放眼望来看嘛，非常的多。所以讲上天讲道就是要来救业，要来救业。那么业有心焦啊，
遮侪结束，为虾米？有土石流伊落来，就是咧，人本来迄山内都侪树啊，哦，啊，咱人咧就贪心啊，哦，要种槟榔树，要种啥物树，啊，就甲测起来，水土保持，水土的保持的破坏，因此雨一落来尔咧，土石流就落来，啊，土石流土哇石啊拢流落来，厝的阴面会会啊。甲咱甲人共款，咱人系无经过人掠来，就亲像土石流哦。互拍过一句，咱之前有讲一句话，伊讲咱人系要学先啊，要学好哦。哦，像咱要修行学道真辛苦，对不对？要修办道嘛，足辛苦，咱要念万书，哦，伊咱帮助你来做一个比例就好啦。